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又係我 Steven 啊，繼續2026年丙午年12生肖來年運勢。今集將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屬兔嘅朋友。屬兔嘅朋友呢，來年係地支相破，即係我哋所講嘅破太歲啊。各方面運程呢都會出現變化，好多事情呢都會出現突發嘅危機，而運氣指數呢係2粒星。首先係愛情方面，感情容易出現問題，會因為自己嘅一時衝動，令對方受到不必要嘅傷害。注意自己嘅言行，學習適當冷靜嘅重要性。而喺事業運、工作方面，容易出現衝突，上司同事與自己嘅意見不合，容易出現摩擦。多一啲聆聽，凡事退一步海闊天空。喺財運方面，來年財運有損失，特別係偏財，自身嘅慾望導致過量式消費，衝動嘅心理掩蓋理智，學會理財呢先係正道。最後係健康運方面，來年健康將會轉差，吃喝玩樂嘅生活呢導致身心疲累，日積月累呢會容易令身體出現毛病，學會調理身心，建立健康生活。來年守命星係天府星，幸運指數係12，幸運顏色係淺黃色，幸運植物係鬱金香啊。本集節目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手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